大家好啊，又係 Miss 撈撈啊！我今日喺我車度啊，我哋港車北上啊，全女班去浸溫泉啊！今日係2026年嘅1月9號出發。第一站啊，台山第一家興華黃鱔飯啊，食黃鱔飯台山最出名啊！而家去試下先。呢度咧嗰啲用餐環境係咁樣樣噶，呢間分店咧就近我哋嗰個嘅溫泉咯，都 OK 噶，幾大間噶。出邊咧就仲有呢啲魚池啊咁樣咯。而家好似有嘢食喎已經，咁去食咗嘢先啊，應該有嘢食啦，好快到一嚟到就已經有嘢食啦，燒鵝食啦，真係食嘢先吓。菜又嚟咗啦，湯又嚟咗啦，燒鴨又嚟咗啦，食嘢咯。好富添啊！呢個美團套餐啊，主角就係黃鱔飯啊，點啊？好似印度米咁樣啊，瘦瘦長長咁啊，油份都幾好，幾好食。哇！呢度有龍，係啊，東北大米呢度黃鱔婆龍家米啊，頭先我哋食嗰啲啊黃鱔飯就係呢啲米啊，應該好正啊，應該。但係中產係廣東省江門市，呢度咯，係啊，台山咯，台山米好靚噶，但係真係要咩咯？因為係有限制入境咯，要自己留意下咯。米係節日性物品嚟噶，唔可以隨賣，佢係要有 license 咧先至可以帶入境噶。咁少量咯，只可以少量咯，太多唔得噶。買巴細嘅絕對冇問題啦。